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，来看3月25礼拜三天天的开出来号码09122023260926这两粒号码连续开2支。来顶一支3月25，掠10粒无出牌号码，10粒拢无出来吼，过关。继续来看3月26礼拜四，但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1、02、05、07、11、15、21、24、28、37、01、02、05、07、11、15、21、24、28、37，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